真侪单位呢，钱甲你收的手也无洗，就去摸这食的物件，有影是足太高的。不过即马是药署今仔日有发布修正，这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，范围要包含到只要是卖食的，无论是餐厅单位，袂当找钱了后，搁再去摸这食的物件。啊，若这外送员也在内哦，就爱甲这物件包好势，若做违反相关规定，上当罚2亿。头家当无用甲拄出炉验查放伫塑胶盒仔内底，边仔还有业者现场手工做点心，伊咧处理食材的时阵，拢会挂手录啊。若甲人客收钱找钱的时阵，就会甲手录啊摕落来，才会食食较袂受到污染。要包东西的时候，就手套戴着啊，拿钱就手套拿下来。我会脱下手套，然后去触碰到金钱。对，然后给客人，然后当我要再碰到食物的时候，再戴上手套。如果他现在用戴手套切，那等下收钱就手套拿下来才 OK 啊。因为最近真正出现食安的事件，为了服业者落实卫生管理，卫福部食药署初时发布修正食品良好卫生规范的准则，要求业者都要保留品管、检验、甲量测的记录等等的文件，至少5年，而且下用的对象为原本的食品制造业扩大到所有的食品业者。包括一般的餐厅、点心档等等，而且精定业者做食的，甲食食收起来放甲供应，应该爱有时间甲温度的管理。若伫咧煮食也是处理食食的时阵，同一个时间手袂当去摸钱，会当改用夹啊或者是挂手录啊等等的方式，较袂交叉感染。调理其实食品从业人员手部不得同时接触金钱及其他有污染之物质。这些细菌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、链球菌等等。那如果说老板收了钱之后，那也没有洗手，马上接下去来料理食物的话，就担心说这个细菌的话，就可能会污染到这个食材。另外，即个嘛，甲外送的行业包括在内，要求外送员送餐的过程应该避免温度有真大的变化，食品嘛要完全保护好势，较袂受到污染。食药署强调讲，业者若违反相关的规定，会当向各地卫生局通报检举。限期若无改善，会当以食安法罚新台票6万以上2亿以下罚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